唔知大家呢排有冇一種好奇怪，甚至係有啲心寒嘅感覺？明明行入商場或者係啲舊區街道，燈光仲係咁火樹銀花，但係只要你行近啲睇，就會發現以前幫襯開嗰間雲吞麵檔，嗰間攞過獎嘅中菜館，甚至係嗰啲排長龍嘅打卡店，唔知喺幾時開始，門口已經貼咗張寫住租約期滿，後會有期嘅白紙。呢股執笠潮好似一陣斷斷續續嘅冷風咁，由2024年吹到2025年，再吹到而家2026年初，完全冇停過嘅跡象。好多人都會問，係咪因為大家去晒深圳消費，定係因為香港人窮咗？但係最令人摸不着頭腦嘅係，點解連嗰啲攞埋米芝蓮星星，好似攞咗免死金牌咁嘅餐廳，都一樣難逃一死？今日我想同大家拆解一下呢個米芝蓮光環背後嘅殘酷遊戲，同埋話俾大家聽一個最血淋淋嘅真相。喺香港做餐飲，無論你攞幾多粒星，最終原來大家極其量都只係幫地產商打工嘅高級奴隸。講起米芝蓮，大家第一時間會諗起乜嘢？係高尚，係好味，定係貴？其實呢本紅色指南喺100幾十年前誕生嘅時候，純粹係一間車胎公司想騙你揸多啲車，磨損多啲條胎，所以先介紹你周圍去揾食。但去到今日嘅香港，米芝蓮已經變成咗一個詛咒。你冇聽錯，係一個詛咒。當一個老闆辛辛苦苦用咗10幾年甚至幾十年心機，終於由2010幾年等到2020幾年，攞到嗰粒夢寐以求嘅星星嗰陣，佢第一時間感受到的可能唔係喜悅，而係一種好深層次嘅恐懼。點解？因為米芝蓮嘅星級名譽就係地產商加租嘅最佳指標。我哋試下用數據去睇下呢場遊戲係幾咁唔公平。喺香港，一間餐廳嘅成本主要由3大塊組成：食材、人工同埋租金。正常一間餐廳租金佔營業額嘅比例如果超過25個百分比，就已經係處於危險邊緣。但係一旦你攞咗米芝蓮，你估下會發生咩事？你嘅業主可能係嗰啲坐擁幾十個商場嘅大發展商，又或者係手持幾層街鋪嘅收租大佬，佢哋會睇住新聞，睇住你攞獎。等到你份租約一到期，或者甚至仲有半年先到期，佢哋封加租信就會好準時咁送到你台面。加幅係幾多？唔係加你5個百分比或者10個百分比咁簡單，有啲狠心嘅業主會直接加你50%，甚至係1倍。佢哋嘅邏輯好簡單，你攞咗米芝蓮喎，咁多人排隊，你實賺到笑啦，分多啲俾我係應該嘅。但係呢啲業主永遠唔會考慮，攞咗米芝蓮之後，餐廳嘅營運成本係會呈幾何級數上升。為咗維持嗰粒星，你要用更貴嘅食材，原本用緊幾十蚊一斤嘅菜，可能要換成由日本空運幾百蚊一斤嘅有機菜。你要請更多嘅樓面，確保服務係符合嗰種所謂嘅米芝蓮標準。你甚至要重新裝修，因為米芝蓮嘅評審唔單止食你啲味，仲要睇你過場嘅格調。結果係點？結果係你嘅營業額雖然升咗30%，但係你嘅成本升咗60%，而業主仲要喺你剩低嗰少少利潤入面再抽多你一筆。呢個就係點解好多米芝蓮餐廳攞獎之後嘅第2、3年就宣布執笠。佢哋唔係冇生意，佢哋係做得越旺，蝕得越慘。大家可以回想下，由2023年全面復常到而家，香港嘅餐飲業經歷咗乜嘢？我哋見證住北上消費嘅熱潮，每逢週末，幾十萬人湧去深圳。有人會話係因為深圳平、靚、正，呢個係事實，但係背後更深層次嘅原因係香港嘅地產霸權已經榨乾咗本地餐飲業嘅生存空間。當一間茶餐廳要賣到60-70蚊一個午餐肉丁麵先至可以交到租嘅時候，呢個市場已經扭曲咗。同樣嘅價錢喺深圳可以食到成盤酸菜魚。香港嘅餐廳老闆唔想賣平啲咩？佢哋想，但係佢哋冇資本去賣平。我識得一個喺中環開中菜館嘅老闆，佢今年55歲，由20歲開始做學徒，做到40幾歲先至同人合資開咗間鋪。
2019年嘅時候，佢哋間鋪攞咗米芝蓮1星，嗰陣佢開心到喊，覺得自己終於對得住列祖列宗。但係好景不常，2020年到2022年嗰3年疫情，佢哋咬緊牙關，借咗幾百萬政府貸款撐落去。到咗2024年，生意好不容易回升咗少少，點知業主一句市場復常，要將租金由原本嘅30萬加到45萬。佢同我講，佢每日由朝早8點做到凌晨12點，一年365日無休，計埋，除咗交租、出糧、俾錢供應商，佢每個月落袋嘅錢，竟然仲少過佢請嗰個主廚。佢話：我攞呢粒星有咩用？我只係一個幫地產商看門口嘅高級打雜。結果佢喺2025年底決定將間鋪結業，因為佢唔想再為咗個虛名，將自己下半世嘅棺材本都賠埋入去。呢個故事唔係個別例子，而係而家香港餐飲業嘅縮影。我哋成日講軟實力，美食一向係香港最引以為傲嘅軟實力。但係當呢啲代表住香港水平嘅米芝蓮餐廳都撐唔住嘅時候，我哋仲剩返啲乜嘢？地產商可能會覺得呢間走咗，自然有下一間補償。係，可能係會有一啲有背景、有大財團撐腰嘅連鎖店進駐，但係嗰種充滿人情味、由老闆親自把關嘅特色小店，就會一間一間咁消失。最後，香港嘅街頭只會剩返嗰啲千篇一律、味道標準化到好似機械人整出嚟咁嘅連鎖餐廳。而且米芝蓮呢個遊戲，而家連香港人自己都唔係咁買賬。喺以前，大家會覺得跟住米芝蓮去食嘢係一種身份象徵，但係而家嘅年輕人，佢哋更相信小紅書，相信IG，相信啲街坊口碑。佢哋覺得好多米芝蓮餐廳根本係過譽，價錢貴到離譜，服務仲要受氣。當消費群體嘅口味變咗，米芝蓮嗰套高大上嘅評分準則，反而變成咗一種負擔。餐廳為咗維持個評分，唔敢改菜單，唔敢減成本，結果就係同市場脫節。我哋再睇睇地產商嘅心理，喺佢哋眼中，鋪位只係一個賺錢嘅工具，佢理得你係賣牛腩粉定係賣松露意粉，只要有人肯出更高嘅租金，佢就會踢你走。喺2025年嘅租務市場入面，我見到好多奇怪嘅現象。一間開咗30年嘅老字號，因為交唔起加咗30%嘅租而執笠，轉頭嗰個鋪位就變咗做夾公仔機鋪或者係短租嘅特賣場。對地產商嚟講，租比特賣場仲好，因為收租穩陣，又唔使搞咁多水電裝修。呢種短視嘅做法，正正係喺度慢性殺死香港嘅社區文化。有人會話，咁啲餐廳可以搬去啲偏遠啲嘅地方啊嘛，元朗、屯門、大埔，租金平好多喎。但係你又有冇諗過，米芝蓮嘅評審，佢哋會唔會特登坐成個鐘車去屯門試你間鋪？好現實，大部分攞得獎嘅餐廳，都係集中喺中環、尖沙咀、銅鑼灣呢啲核心區，而呢啲區嘅租金係完全無道理可言。你可以話呢個係自由市場。但當一個市場自由到可以完全摧毀一個產業嘅時候，呢個市場仲係咪健康？我仲想講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香港餐飲業嘅斷層。而家好多年輕人，你問佢想唔想做廚師，10個有9個都話唔想。點解？因為辛苦咯。喺香港做廚師，人工唔算高，工時長到離譜，仲要日日面對住嗰個窄到得人驚嘅廚房。以前啲人願意捱，係因為覺得只要努力，終有一日可以開到自己間鋪做老闆。但係而家2026年嘅今日，一個後生仔望住嗰啲攞咗米芝蓮都要執笠嘅前輩，佢仲邊有動力去追夢？佢會覺得原來做老闆嘅終點就係幫地產商打工，咁不如去考個保安或者去送外賣仲自由。呢種心態嘅轉變，先至係最可怕嘅。一個城市嘅飲食文化要傳承，係需要人，但係地產霸權唔單止搶走咗餐廳嘅利潤，仲搶走咗下一代嘅希望。當一個社會所有嘅財富都流向地產商嘅口袋，其他行業嘅創新同熱誠就會慢慢熄滅。
講返米芝蓮，大家有冇發現呢幾年攞獎嘅餐廳好多都係嗰啲背後有大集團支持嘅？例如係某某大地產商旗下嘅中菜廳，或者係某某跨國酒店集團嘅西餐廳。呢啲餐廳點解唔驚加租？因為佢哋根本就係地產商自己嘅生意，業主同租客係同一個人，左手交右手。佢哋開呢啲米芝蓮餐廳，唔係為咗賺嗰幾碟餸嘅錢，而係為咗提升成個商場或者酒店嘅格調，從而吸引更多高端客戶。呢個就係我想講嘅殘酷遊戲。獨立小店想喺呢個遊戲入面生存，簡直係難過登天。你攞咗星，你以為自己入咗精英階層，其實你只係變咗做人哋個場入面一個更靚嘅裝飾品。咁究竟有冇出路？喺2026年初嘅今日，我見到一啲好微弱，但係好令人敬佩嘅改變。有一啲餐廳開始放棄米芝蓮呢個光環。佢哋主動搬去啲舊工廠大廈，搬去啲橫街窄巷，甚至係轉做私房菜或者外賣店。佢哋唔再追求嗰粒星星，反而回歸食物本身，回歸同客人間嘅關係。佢哋發現唔使交嗰筆驚人嘅租金，佢哋可以用更好嘅食材，賣更合理嘅價錢，反而多咗一班死忠嘅熟客。但係呢種模式係咪可以拯救成個香港餐飲業？我覺得好難，因為政府如果唔喺政策上做啲嘢，例如租金管制或者對特色小店嘅扶持，單靠老闆們自己走位，係好難對抗成個地產霸權。我哋作為消費者可以做啲乜？其實好簡單，如果你中意一間鋪頭，唔好等到佢攞獎先去，更加唔好等到佢話要執笠先去懷念。趁佢仲開緊嘅時候，多啲去幫襯，多啲同老闆傾下偈。你每1蚊嘅消費，其實都係喺度為你想見到嘅世界投緊票。大家試諗下，如果連譚仔、味千拉麵呢啲大型連鎖，甚至係鮮絲呢啲百年百貨，喺呢幾年嘅股價同市值都可以蒸發9成幾，甚至要一間一間咁執，咁你就可以想象到嗰啲單打獨鬥嘅小店老闆，佢哋面對嘅壓力係幾咁巨大。有人會話呢啲係市場競爭，係優勝劣汰。但如果個優係定義為邊個可以交更多租，而唔係邊個煮嘢食好味啲，咁呢個城市嘅未來仲有乜嘢值得期待？我以前識過一個老前輩，佢80年代就喺深水埗做大排檔，佢同我講過一句話：以前我哋係為咗填飽人哋個肚而煮食，而家啲後生仔係為咗交租俾地產商而煮食。呢句話雖然聽落好酸溜溜，但係真係道盡咗呢幾十年嚟香港餐飲業嘅變遷。以前嘅租金佔比可能只係10%幾，老闆賺到錢可以買樓，可以供仔女去外國讀書。而家你做足一世，可能都買唔起你間鋪出面嗰個廁所位。執笠潮停唔到，其實係因為香港嘅品牌致命傷已經浮現。我哋太依賴地產去推動經濟，導致所有行業嘅利潤最後都被地產商吸走。當你行入一間米芝蓮餐廳，你俾咗1000蚊食餐飯，入面可能得200蚊係用嚟買食材，300蚊係人工，剩低嗰500蚊全部係幫老闆交租。換句話說，你唔係去食嘢，你係去交租。當消費者醒覺到呢一點嘅時候，佢哋就會覺得唔值，就會選擇北上，或者選擇喺屋企煮。2026年，我哋仲見到好多新嘅科技，好似自動化廚房、預製菜。地產商好鍾意呢啲嘢，因為呢啲嘢可以減少廚房面積，縮減人工成本，咁老闆就有更多錢可以交租。但係如果連食飯都冇咗人嘅溫度，冇咗嗰份即叫即炒嘅鑊氣，香港仲憑乜嘢叫自己做美食天堂？我哋成日講要講好香港故事，但如果香港嘅故事最後只係剩返一堆商場同地產數據，咁呢個故事仲有邊個想聽？米芝蓮呢個遊戲對地產商嚟講係一場必勝嘅賭局，但對香港嘅餐飲文化嚟講，可能係一場終局。我想同嗰啲仲堅持緊嘅餐廳老闆講，雖然世界好殘酷，但係你哋嘅堅持，我哋係睇到嘅。如果你哋決定執笠，唔好覺得係自己失敗，要怪就怪呢個病態嘅地產結構。
你哋已經做得好好，喺一個連呼吸都要交租嘅地方，你哋曾經帶俾我哋咁多美味嘅回憶，呢點已經功德無量。各位觀眾，今日講咗咁多，係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份覺醒。我哋要珍惜嗰啲仲肯用心煮嘢食嘅小店，唔好再迷信嗰啲由資本堆砌出嚟嘅升級名譽。2026年，希望係一個轉機，等大家可以重新定義乜嘢先至係真正嘅美食，乜嘢先至係真正嘅成功。香港嘅餐飲業唔應該就咁樣死喺地產商嘅收租寶入面。我哋需要一個更健康、更有尊嚴嘅生存空間。地產霸權攞得走你個鋪位，但係佢攞唔走我哋對美味嘅追求，亦都攞唔走我哋香港人嘅骨氣。今日講到呢度，如果你覺得我講嘅嘢有共鳴，記得將呢段說話分享出去，等更多人睇清楚呢場米芝蓮背後嘅殘酷遊戲。我哋下次再見。最後，我想再加多一段感言。呢幾年，我哋見到好多老字號執笠，心入面真係好唔舒服。嗰啲味道係我哋由細食到大嘅，係包含住我哋成長嘅印記。當一間鋪頭消失，唔單止係少咗一個食嘢嘅地方，係少咗一份集體回憶。我哋唔可以坐以待斃，唔可以由得地產商繼續咁樣慢性殺死我哋嘅文化。大家試諗下，如果有一日你想帶你嘅仔女去食一碗正宗嘅細蓉，或者去一間有歷史感嘅茶室坐下，結果發現成條街都係夾公仔機同埋特賣場，你會係咩心情？呢種社區荒漠化，先至係我哋最唔想見到嘅未來。2026年，我哋需要更多人走出嚟發聲，需要政府更有力咁去介入。如果你話香港要轉型，要搞創新，咁首先你要保住呢啲最有特色嘅行業。如果連食飯呢啲最基本嘅嘢都搞到咁畸形，其他發展都只會係空中樓閣。多謝大家陪我分析咗咁耐，呢場殘酷遊戲仲未完，但我相信只要我哋保持清醒，唔再被嗰啲虛名同埋資本嘅手段呃到，我哋終有一日可以揾返屬於香港人自己嘅味道。大家一齊努力。其實講到尾，無論係米芝蓮定係地產商，佢哋都係利用緊我哋對美好生活嘅向往去賺錢。但美好生活唔應該係昂貴嘅租金同埋虛浮嘅星星。美好生活應該係辛勤工作嘅人有回報，用心煮食嘅人有尊嚴，而普通嘅市民可以喺一間唔使咁貴嘅小店入面食到一碗暖心嘅麵。呢個先至係我哋想要嘅香港。好啦，今日真係講到呢度啦。唔好意思，講起呢個話題，情緒真係有啲激動，因為我見過太多熱血嘅廚師，最後係含淚結束自己嘅夢想。呢份遺憾唔應該由佢哋一個人承擔。我哋每個人嘅選擇，其實都決定緊呢個城市嘅未來。下次去食飯，記得多啲留意嗰啲無名英雄。拜拜。